伫咧台北嘅大潮埕有一栋历史建筑物，真正是有一位来自香港嘅律师，家开钱买落来创办私人嘅博物馆。不过今年博物馆特别结束营业，即阵因也推出以老厝做主题展览，才做最后一期嘅展览。一栋花草做厝顶的厝，这是今仔个有咧住人的真家厝林家草厝。另外一边是高雄基丁有70年历史的老厝锦绣老屋，才当咧展出来自台湾各地50间老厝的影像。规个台澎金马拢有去四处行行的，有的一寡老厝即马已经拢歹去啊，要搁有嘛有家记录落来。那有的老厝咧，即马还搁有人咧住，还搁有即马新的现代的设备伫咧内底。那嘛有位的老厝呢，有商业的活动，或者是变成一个文创空间厝。只要有人使用，拢就好诶。展览馆迪化2007博物馆本身也是一栋老厝，2009年登录历史建筑，2016年来自香港的陈国柱律师甲买落来，今年创办迪化2007博物馆。这个老厝的展览是因的上尾一件作品，迪化2007博物馆今年就要收煞。天天这样子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，有一天忽然发现，我也老了20岁了，很多的考量之下。再加上，因为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孩子都在香港，我以后在台湾的时间会大量的减少，我也没有办法有那个时间跟那份的精力。其实阮的出发点就简单，互大家入来阮这间老厝，看到别间老厝拢遐尼的水，啊，你就想讲要把这老厝好好保留下来。迪化2007博物馆这栋建筑落尾会由林应台文化基金会接手。陈国柱表示，未来才会真做基金会推广文化工作的所在，伊嘛伫香港继续推广文化艺术工作。记者郭文兆随台北报道。